Zimon leje kung kong sa.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. Nga lo de yi. 俺你做也，托住错，若本是亲军他的门面灵车都看着我的，俺自可觉得门面灵车来他玩娘的记得。托住错，俺自写的个罗公节呢，别人个努点做了，罗用些些。若本是饮血神托，没钱。《鲁滨孙漂流记》下，鲁滨孙在恐怖之中开始考虑怎样对付这些可能出现的野人。他在荒岛上生活了26年之后，终于看到30多个野人乘着小木船上岸了。他们拖出2个倒霉的同伴儿，在杀了其中1人，另一个则挣扎着逃跑。他逃的方向正是鲁滨孙住所的方向。鲁滨孙决心救下这个逃跑的野人，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追赶的2个野人。鲁滨孙给被他救下的野人取名星期五，他开始教化星期五。星期五很快成为他的好帮手，也渐渐学会了说话。他们愉快地生活在岛上，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，又增加了几个羊圈，晒了很多的葡萄干儿。他差不多淡忘了要回到英国，回到文明省会去。有一天清早，鲁滨孙被星期五喊醒，原来有一艘英国船只正在附近停泊着。他发现这艘船上发生了叛乱，水手们绑了船长。鲁滨孙和星期五救出了船长，船长愉快地答应带他们回英国。这艘船在海上航行半年后，终于回到了英国。这打没给啦，我个些把上路东过去，佢没没凌晨吹你，老年居啦错ro机，没给上节了，现着穷穷的点你，错认的呗，可去连年年这的，农历几岁把东，几追求些，佢周修日本人家对你去看修的。日本人家追求些别没给的小姐先拖结吧，因为佢记得些别没给你面大讲你些，日本人家佢小别没给啦，让俺把去面到，佢让俺把啦老少先个脏你，让俺把你话佢老肉总不能接，人们给钱用些去把接，可你找给我临车的你错周心。这人连着一家心情，旅让家用看那些，跟着单位木瓦干，可人家啦路几多，8元店比那次路几用还能见的，年轻个农的，让俺把罗本森捏里住，但呢，马个人家也这些些值得心的，这弄得见路兄弟，这把嘴得本军的。日本人当让俺把日本下班，日本嘎着东西，可你引起了车子开龙。这人的错图呢，老些当了错学习机，团队是引起了来吧。个人的拉蒂查节，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大这些。野蛮，没个停泊。这对。有一天清晨，鲁滨孙被星期五喊醒，原来有一艘英国船只正在附近停泊着。年轻农的让俺比罗本森捏里住，但呢，马个人家也这人些这对心的。但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词语解释：野蛮，野蛮就是不文明、没有文化的状态。没关系吧呢，等不懂，没什么把的，人里没把了过。停泊，停泊就是船
船只停靠在泊位上停住的状态。这对基本呢，这人这个了，对不对？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笛福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年代。笛福因言论关系曾3次被捕。1719年，笛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。这部小说是以亚历山大·塞尔科克在荒岛上的真实经历为原型的。据当时英国杂志报道，1704年4月，塞尔科克在海上叛变，被船长遗弃在距智利海岸900多公里的胡安·费尔南德斯群岛中的一个叫马萨杰尔的小岛上。4年零4个月后，被航海家发现而获救。那时，塞尔科克已忘记了人的语言，完全变成了一个野人。俺今年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野蛮、么个停泊。这对。有一天清晨，鲁滨孙被星期五喊醒，原来有一艘英国船只正在附近停泊着。你去弄的，让俺比罗宾森捏里多。但呢，马家人家也这人些，这对心的。老朱错，前期别人个弄得匆忙写一句，但俺自己心里啊。老朱座，我个这一弄，么个就比他捏的工人。B 野蛮，连地说，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今年的别人个乱菜弄的用下金段啊。鲁滨孙在恐怖之中开始考虑怎样对付这些可能出现的野人。他在荒岛上生活了26年之后，终于看到30多个野人乘着小木船上岸了。他们拖出2个倒霉的同伴，宰杀了其中1人，另一个则挣扎着逃跑。他逃的方向正是鲁滨孙住所的方向。鲁滨孙决心救下这个逃跑的野人，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追赶的2个野人。鲁滨孙给被他救下的野人取名星期五，他开始教化星期五。星期五很快成为他的好帮手，也渐渐学会了说话。他们愉快地生活在岛上，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，又增加了几个羊圈，晒了更多的葡萄干。他差不多淡忘了要回到英国，回到文明社会去。有一天清早，鲁滨孙被星期五喊醒，原来有一艘英国船只正在附近停泊着。他发现这艘船上发生了叛乱，水手们绑了船长。鲁滨孙和星期五救出了船长，船长愉快地答应带他们回英国。这艘船在海上航行半年后，终于回到了英国。老朱错，别人个路着草的人就这，大出马demo起，demo。